咁但係嚟緊咧，會唔會話對外界有啲咩期望，即係可以幫到你咁樣咧？希望因為政府，因為我都有試過去啲唔同嘅機構啦，譬如話首先我都有去過啲咁樣，同埋一啲比較可能大少少嘅機構。咁第一個佢希望即係可以即係政府，譬如話擺多啲資源喺啲即係機構，譬如即係有啲可能食物上面啲支援啊。我聯絡過幾間之前，其實都咁有啲計劃嗰啲支援啊，咁面有個回覆就係話冇食物派，我話即係有問過會唔會有啲餅乾即係之類，佢哋話都沒有係可以做得到俾你啊嘛。咁就叫我去社會福利處問啦。咁另外我有聯絡過啲現有嗰啲，譬如話做緊啲食物係做咗都比較長時間嗰啲長期支援嗰啲食物銀行，咁好多都話係換咗個位咯，即係爆晒棚啊，即係唔會再接收新會員啊咁樣。咁都希望即係如果係有支援嘅喺食物啊嗰方面都可以即係會提供到俾即係我哋嗰啲即係住喺啲有啲譬如話失業即係暫時性失業嗰啲人士上面咁樣，係咯咁。呢一袋咧入邊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嘢食嚟噶啦，係啦。多謝。咁都有油啊、麵啊。多謝晒。係啦，咁希望可以解決到你燃眉之急。解決到，非常之感謝你，多謝晒。好多謝你呢個訪問。